今日我哋嚟到一個珠海北嘅睇一個項目，佢依家推出嘅特價單位只需要4條9一平方，精裝現樓交付，送全屋嘅家私家電，送5年使用權車位，就係我哋嘅新號嘅中澳春城啦。唔單止係樓盤靚，最緊要係落樓咩都有，返香港仲好快添。走，我哋一齊去小區入邊睇睇。返到屋企咧就可以享受超10萬平方嘅新加坡風情園林啦，1300平超大嘅游泳池、兒童樂園同多個運動場地。落樓咧就可以享受呢啲休閒配套啦。小區仲有雙語幼兒園，細路哥返學唔使愁。項目單位選擇會唔會比較多？咁我哋主要睇返44棟嘅示範單位，81方嘅2房2廳1衛，89方3房2廳1衛，同埋120方嘅4房2廳2衛。南北通透，空間實用，仲可以望到我哋嘅前山河嘅河景。行多幾步咧，3公里左右咧就可以到我哋嘅珠海華發商都呢個大商圈。小區自帶3萬平方嘅風情商業街，出門咧就可以行街買嘢啦。食嘅同玩嘅同香港一樣方便。我哋項目樓下咧仲有直通巴士可以直接返到香港，咁一夜咧有4班車可以返到尖沙咀、太子同埋荃灣嘅，1個零鐘咧就可以返到去啦。呢度仲有巴士可以去到坦洲各個地方，咁你仲可以去到珠海，咁交通方面嘅優勢更加唔使講啦。項目隔籬咧就係珠海，10幾分鐘咧就可以到達港珠澳口岸啦，同埋拱北口岸。如果你有興趣，評論區留言私信我哋。